宣调，耶和华赏赐我一切的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圣诗180首，圣诗180首，全能独一的王，阮所着敬尊重，常常敬奉，每日顾阮无离，逐时施阮保庇，深深疼阮，大家煞到天下，请起你吟全首。用四道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舞。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的读启应文，启应文59篇，请掀开咱的圣诗后壁面，启应文59篇，我来启恁来用。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互伊对死人中复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深信，就得到称义；随宣认，就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至到失望。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的有功就为上帝，是万民的主。伊会丰丰富富赏赐予所有求救伊的人。因为所有求救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当无信伊，哪会求救伊？都无听到，哪会信伊？都无人传。都无人传，哪会听到？都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
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也暖泥水。毋过，毋是所有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伊所传的信息？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俄罗你，感谢你使阮有丰丰富富的恩典，感谢你保守阮平安甲喜乐。阮嘛要俄罗你，因为你互阮的生活充满了恩赐。今仔日是福长车牌的日子，也求上帝，互阮每一个人拢有去普天下传播福音的能力，传播主的话，互较侪人来相信咱的主。也求上帝赦免阮一切无知犯的过错，因为人拢会犯做毋对。当阮做毋对的时阵，求上帝提醒阮、警醒阮，互阮知影阮袂当做啥物，做毋着啥物。也求上帝，当阮做毋对、回头的认罪的时，阮的主的上帝的手就扶起阮，原谅阮的罪过。当今仔日，阮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朝见主的面，求上帝甲阮大家三角地地，互阮今仔所领受的，拢会当帮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接续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日第二场要举行福长车牌的主日，东港第二场、第三场的礼拜联合聚会，伫富堂进行转播。儿童牧区改伫地下室的小会堂。第二项，本会本主日下晡3点到5点半举办领袖装备会，对象是区长、小组长、副长，地点伫富堂，敬请准时参加，有备办暗顿。第三点，本会定伫4月11到12拜六含礼拜，举办2026年的野外礼拜，地点伫台东阿美民族文化村、知本温泉、知本树林游乐区2日游的。2日游的费用，若4人房的是4500，若2人房的是4950。3岁以下无占车位，还阁无食饭的是1000块。教会会友一人有补助600块，合作社阁特别有补助600块。费用有包括车资、门票、保险、午顿、暗顿。报名到即礼拜截止。要报名的请洽办公室。第4点，后主日3月29日为正兴教会主日。敬请兄弟备办新奉献甲代祷。第5点，本会2006年上半年度装备课程伫4月10拜5开始举办，费用册机会上课的时阵就纳就好。欢迎兄弟伫本主日使用 QR code 报名来参加。第6点，本会定于4月25、6月76、6月13、6月20、6月27。每礼拜的拜六会早8点50到12点举办领袖密集班，地点伫咱的富堂，费用是1000块，1000块内底有5件的中昼顿。讲师是总裁林牧师，请伫4月76礼拜的进前，共款用 QR code 报名参加。第7点，2006年本会受难酒甲各活节纪念庆祝的活动，敬请兄弟参与甲代祷。第1小点，下主日3月29日早9点到5点，下晡5点关会活动，主题是主老伙救我关会救人。地点伫咱教会1楼的广场，请关会早身份证，前往排队关会。关会的人会当得到一份礼物。关会时的时段有征召志工，请小组长也是办公室报名。
第2点，下主日3月29下晡3点，伫高北区联合圣餐礼拜，地点伫咱的敬拜中心，为统计参加的人数，请伫本主日甲2楼柜台签名，也请小组长协助小组员报名参加。第3小点，3月30到4月初2，拜1到拜4，暗时8点有秀兰州的祈祷会，地点伫咱的副堂。第4小点，4月初3拜5阴暗8点，秀兰日的特别礼拜，地点伫咱的主堂。第5小点，4月初5礼拜，会早6点伫武警教会联合朝阳礼拜，地点伫咱的敬拜中心。为着要统计参加的人数，请伫本主日前到2楼的柜台签名，也相常请小组长协助小组员报名参加。要登记坐车的长辈，请伫会早5点40伫教会出发，5点40。第6小点，4月初5礼拜日，会早10点伫咱教会举行过活节赞美礼拜，由教会圣歌队献诗。第8点，有定2006年每日严谨失业的兄弟甲小组，请到办公室领取第2季的册，带着。就这我甲大家搁提醒吼，咱迄个邀个礼拜吼，会当报到今日吼，若有想要搁报名的人吼，会当办公室报名吼，以上。好。圣经，咱掀开耶利米书第1章第40到第10节。耶利米书，咱今仔要读的圣经有2节。咱先来读第1节，耶利米书第1章第4节到第10节。耶和华的话讲，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讲，我未创造你腹肚内的大声，我捌你；你未出胎的大声，我分别你做圣，设立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讲，嗨呀，主耶稣啊，你看，我未晓讲，因为我是囡仔。总是耶和华对我讲，你毋通讲我是囡仔，因为我见有找你，你就去；我见有吩咐你，你就讲。你无得惊因，因为我甲你伫地，要救你。这是耶和华讲的。耶和华就伸伊的手摸我的喙讲。耶和华甲我讲，你看，我有将我的话下伫你的喙。第10节，看。今仔日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是为着要摒出、要拆毁、要败坏、要车倒、要建立、要栽培。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赞美。咱请上人先歌队。歹势，罗马书第1章的第1节。咱掀开罗马书第1章的第1节。耶稣基督的奴仆保罗受调做使徒，分别伊来传上帝的福音。愿上帝祝福听伊话的人。咱赞美请上人先歌队。
上联献歌对遮尔水的歌声，咱讲到今仔的题目是福音的特派员，咱请咱的主任甘牧师。感谢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咱像咱的上联献歌伫念的吼，咱无论是困的时还是醒的时，咱拢会当伫主的恩典内面，会当来敬拜、来服侍伊，到咱见主的面。感谢主吼。今日是咱教会副长车派的主日，牧师用耶利米书甲罗马书，要甲咱来上这个叫做福音的特派员那甲像保罗讲，伊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奉调做使徒特派，要传上帝的福音，所以伊就是福音的特派员。有一个牧者伫 FB 铺一个文章，大概不一定是咱拢会同感，毋过值得咱思考。伊讲，你心目中好的牧师是甚物款？是校长兼讲经，包山包海，还是你所需要的？伊讲你需要可能毋是牧师。可能是一个保姆，还是打杂的工人逐礼拜行你门口，甲你亲切招呼，安尼可能毋是牧师，可能是专业的招待人员。还是你爱常常去厝的看你，陪你讲话，安尼可能毋是牧师，可能是关怀师。还是帮你调解家庭的纠纷，安尼可能需要毋是牧师。可能是调解员是毋是真会晓找社会资源，推动社区的活动？安尼可能毋是牧师，可能是社工师毋是牧师袂当做这个代志，是可能牧师伊应该有搁较要紧的职分去做。牧师的职分是啥物？伊讲。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奉爸囝圣神名甲因洗礼。既然我命令恁的，着甲是因守，就我甲恁三甲弟弟直到世间的落尾。意思是牧师的职分真要紧，应该是招万百姓来做主的学生，互人会当忠心来跟地主做主学生。搁以弗所第4章11节到12节讲。伊所属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为着要互圣徒招庇各尽其职，来去做耶稣基督的身躯。安尼表示牧师应该就是爱互信徒招庇，就是爱装备信徒各尽其职，斗阵来去做主的教会。这就是讲招万百姓来做主学生。牧师若啥物拢做，这个训练无做，可能是咱心中的好牧者，毋过可能对咱属灵的活命袂当得到好的培养。可能无人指出咱生命盲点，无人用疼心甲你讲诚实的话，无人对你有所要求还是挑战，互你会当欢喜。来承接主所托付的使命，这是一个牧师，当然伊咧表达伊的心声啦，你是毋是敢若较关心伫家己的需要、家己的满足，无关心伫上帝的国度，甲互上帝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应该是一个真实的牧师爱。呼召这个学生来去做团队，毋是单打独斗应该有这个团队，毋是干那听道搁来行道，安尼咱会当参与伫去做教会服侍，来扩大上帝国这是这个牧师心中的这个期待也是心声。今日咱要副长车派，当然就是奉主的名。车派这个欢喜受车派人，那甲保罗像这个福音的特派员，要出去传福音，为着主来
得到更较侪宝贵的灵魂。所以保罗伊是福音的特派员，其实毋是保罗那定，历代这个上帝所拣选的先知、罗卜、工人啊，咱今日做上帝的囝儿，其实咱每一个人嘛，拢是福音的特派员，咱应该主拢有差派咱，互咱的传上帝的福音，互人得到救。今日咱有另外读这个罗马书以外，阁有读耶利米。这个耶利米对这个耶利米伊家己的介绍，其实耶利米嘛是上帝特派员，特派员要去传上帝话，所以对耶利米，咱会当看到讲，咱要成做一个福音的特派员，到底是甚物代志？头前，这就是呼召，这是上帝呼召。耶利米讲主的话临到我。我还阁伫老母的腹肚内，伊已经捌我，我未出母胎，已经甲分别做成，派我要做列国的先知。伊接到这个呼召，伊讲主啊，我毋知要怎讲，我即马还阁细汉，我还阁囡仔，我是免会当去共传达你的话但是主甲伊讲你莫讲你是囡仔，因为我若找你到什么所在去，你就爱去。你甲什么人讲话，你就爱讲。你免惊，因为我甲你三甲弟弟，我要救你。这是耶和华讲的，所以耶和华就换手伫伊的喙讲你要讲话，我要将你所要讲的话来传予你。看今日我设立你伫列邦列国的顶面。要来施行培出、拆毁、毁坏、车倒，搁要建立，搁要再建。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讲耶利米讲，伊问耶利米讲，你看见什么？我看见迄个一张迄个一支的即个形树枝。耶和华讲，你看无毋对，你着爱细力保守我的话，的确会当得到成就。这是一个证据，这是一个记号，这是一个应允。保罗伫这个加拉太书第1章话讲，迄个甲我对老母的腹肚分别出来，佮调我的上帝，老母的腹肚，互我会当成形，会当出世的，这拢是对伫上帝。无论耶利米。保罗拢是安尼讲，伊受分别出来，就是要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兄弟姊妹，今日伫这个时代，讲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可能要成做福音的特派员，毋是讲你要爱做就做慢，其实爱有上帝的呼召，有上帝的呼召，所以。保罗伊伫迄个哥林多的批内面才讲伊讲我传福音无啥人夸口，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我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知；我若甘心去做这个代志，我就有报酬。若毋甘心，这个责任嘛是已经交付我。所以既然咱安尼既然安尼，我的报酬是啥物？就是我传福音的时阵。无人爱开钱，爱开所费，来得到这个福音，免得我迄个用尽我迄个传福音的权柄。保罗哪会讲一句话？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真奇妙！我昨暝下早困到要天光的时候，喺想这个代志的款。拢咧想讲这个传福音这福音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对等的交易啦，你也无开半线，我要互你，也是拢免费的，哪有这好康的？所以迄个
保罗这是一个倒边讲的话，就是讲，因为这个福音本来就是白白稳定、免费的，所以我甘心传福音哦，我甘心哦了时间、了金钱、了气力，我去传，我安尼去传，本来伊就是这福音就是白白，我欢喜安尼去做，安尼吼，我伫天顶就有报赏。我就会当积财宝伫天里，所以我迄个天顶的迄个户头吼，用袂了，用袂了，搁吼愈积愈多，吼，保罗是安尼讲，所以咱咧传福音吼，就是知影讲，即个福音就是白白，咱若去做，咱毋是互人开钱来得到即个福音，是白白，安尼咱就有报赏，迄个报赏吼。拢记伫天里，这是保罗咧讲的。保罗因为有即个呼召，毋是我伊家己爱，家己实是无啥的，但是因为即个呼召，伊就欢喜做，甘心去做。感谢主，咱今日即个受册拜福长，也是这陪伴伊的，这要传福音的福音的工人，就是有主的即款的呼召，欢喜做啊。第二，正做福音的这个特派员啊，这是上帝差派。上帝差派，你就要顺服，安尼才会当受差派。像摩西伊较早伫王宫无拢顺服上帝，照伊的意思，无拢救伊的百姓，去到旷野受磨练了，所以伊才会当真正回应这个呼召，去受差派。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以利亚，伊伫这个基立溪的所在，嘛是伫顺服主，叫伊去遐就去遐，拄着基立溪，靠上帝来生活，这蚵仔夹肉夹饼来互伊食到饱，伊有即款的信心，伊才会当受差派，去甲巴力的先知来征战，佫会当赢。初代教会，咱看见这个彼得，原来三面民主，伊嘛是伫这个提比利亚海去拄着各外主，各教主的话，拍网来掠鱼，掠了153尾。吼，耶稣搁行鱼了因食，伊知影讲主是各外主，伊才有迄个信心来回应这个呼召，搁受差遣来。做主爱伊做的工，去甚至伊家己都无愿意去的所在，但是主差遣伊就去。使徒保罗，伊嘛是伫即个大马色的路上去拄着主，伊讲主啊，你是几罪啊？伊在戆影，跋落马骹，目睭无看，但是到后来，阿那尼亚甲伊还手，伊那个像即个。这个目睭那甲这个鱼篮落去了，伊看着讲主啊，我着做什么？伊拄着做主啊，我着做什么？你起来，去大马色，去遐，将我所派你做的一切事甲因讲。这个保罗就受差遣，兄弟姊妹，咱受上帝差遣，就是爱顺服。咱的主耶稣嘛是顺服被差遣。伊就决意要行耶路撒冷咱伫这个受难周就是会读到主耶稣受服顺服这个差遣，去到耶路撒冷。照圣经记载讲，先知伫耶路撒冷以外来失落性命的是袂当的，所以一定是去到耶路撒冷了，后来去到各国他的所在，必定是袂过。兄弟姊妹，少年就受到这个亚利米，伊嘛是要提示，伊嘛是要拒绝毋过感谢主，伊袂当提示，伊嘛袂当拒绝。主差派，虽然是囡仔，主该送甲伫咧，所以伊到迄个晚年的时写这个亚利米哀歌，有讲一句话，咱就知伊这个。心伊讲吼，少年背这个担是好的。但是兄弟姊妹，
少年来背即个单就好。迄个少年的意思是趁早，咱若趁早顺服，欢喜来顺服主来背即个单，会当入上帝即个，互你人生的即个轨道，啊，你即个人生的路，就会当行伫即个轨道内面。其实做牧者，就是要来服侍主。咱即个时代因为足欠牧者，所以也有讲为个工作较早退休，我搁咧读，欢喜做牧者，我搁即个工作，我搁来读新人，搁来做牧者。虽然嘛真好，但是那像即个耶利米讲的，少年来背即个单搁较好。愈少年会当来献身的时，伊较会当上到迄个人生的轨道。愈少年，伊来做主的工，伊愈单纯，伊愈侪社会经历。有人讲伊敢有社会经历，伊敢会当来牧养羊群。其实是倒头饼。伊愈社会经历，伊有可能用社会生活、社会经验来要处理一切上帝伊处理的代志。其实做牧者，毋是社会经验偌丰富，会当做偌济代志。教会社会经验丰富人非常非常多，会当帮忙非常多。但是伊就是爱对上帝有单纯的顺服，欢喜用上帝话来牧养伊的羊群，用上帝话来处理一切人所拄到的问题。人的困难是无顺服上帝话，毋听上帝话。毋是无社会经验，所以我有时就鼓励少年人讲你若较少年献身诚好，你会当进入这个轨道我相信你会互上帝使用，你会当做真好的工，佮你会当服侍主久久。兄弟姊妹，这就是你欢喜顺服上帝差遣，你才会当做伊的工上帝无因为这个耶利米这少年，但是上帝讲我将话刻伫你的内面，我叫你讲，你就讲，你就实时去讲，安尼你就会当成就所要上帝所要成就的。第三，咱做这个福音的特派员，这是使命伫耶利米第2章讲耶和华上帝来指责伊的百姓，讲我的百姓做两项歹代。就是离开迄个活水泉，佮为着家己学一个迄个池即个槽破去，袂当滴水其实咧，毋若离开上帝即个源头，佮上帝源头的事物拢无去，到底是安怎会无去？这到底是甚物？即两项歹代到底是甚物？会造成甲安尼？就是偶像崇拜，上帝真神毋拜，去拜偶像，去拜偶像，去拜偶像的结果就是安尼。有一个历史学家，即个托恩比讲迄个文化的文明的灭亡，毋是他杀，就是自杀。一个国家，一个教会，个人假神真拜，伊就愈拜愈，那个讲。用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伊会忧苦哪加甜。人的问题就是真神毋拜，但是假神酷拜，这毋是真正你应该安尼做的，你去做，不应该做的做一堆。所以有一个叫做 Peterson， 这个真有名的一个人，叫伊是牧者的牧者，伊讲。假使上帝若毋是你生活的中心你的一生一定出问题，你的一定出问题，今早晚拢会出问题，嘛要出什么问题拢毋知。上帝就是爱正做你生活的中心，兄弟姊妹，上帝就是正做咱生活的中心，咱的人生迄个轨道甲袂偏去，你的问题甲袂一大堆，但是咱有时无甲上帝正做咱生活的中心那严格来讲，叫做拜偶像，因为有其他的物件做你的中心钱若做你的中心，钱就是你的偶像
今日咱人类上界大的问题，就是拜偶像。咱台湾拜偶像足上重，咱基督徒伫台湾，其实咱要有坚定的信心，就要来活出一个基督徒有的款式，咱就要认真传福音，福音是咱的使命。这个苏宝金牧师讲，我宁愿得到一个失丧的灵魂，我嘛无爱得到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得到大英帝国，灵魂也无去失落去嘛是空空。这个世界就无去100岁死的老人嘛是阁受咒诅，因为伊都袂当入去上帝国。迄个戴德先讲，我若有1000磅的黄金，中国拢会当来支取。我若有1000条的性命，我无留一条无中国。其实毋是中国啦，伊讲是为了基督。我相信伊若来到台湾宣教，伊会讲台湾。这个来台湾的马雅国、李修、巴克利，还是马街南大比这的宣教师，伊嘛会讲我就是为了台湾，就是为了基督。兄弟姊妹，这就是迄个使命。毋望咱拢有一款的使命。上落尾，咱诚做福音的特派员，就爱立大家，立大家。其实诚做上帝差派的人，有时嘛会受误解，有时嘛会受排斥、受讨厌、受陷害，这是拢难免。咱看耶利米要做列邦列国的先知，要传上帝话，敢有遐简单？伊甲伊的百姓讲圣城圣殿拢会受攻破，犹太人会拄着金，以色列人若像抹布，若像迄个酒红，若像迄个下去被毁，讲这话根本。遐王听袂落，遐贵族听袂落，遐百姓听袂落。这个上帝选民要伫万国中互甲吓去，就是要用气杀共款。安尼当然，伊要传达信息看偌难。耶利米就是表示讲，要传福音。你有时讲的人无介意听，有时甲人的原来价值是有冲突的。咱的信仰，现在讲耶稣讲，我来要地上。迄个动刀兵，毋是讲一定太平，老爸甲囝清楚迄个老母甲查某囝清楚，大家甲新妇清楚，因为有时价值的冲突，所以这个耶利米，伊就爱真正对上帝话有迄个坚定的迄个立条，伊袂当讲为着要讨好人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袂使，一定爱真实讲上帝话。所以主耶稣讲，若有人要来军队，我就爱看无家己，爱背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咱就是爱看无家己，才有法当来军队主，才有法当来做福音的特派员。所以耶利米顺服上帝，伊一世人袂当结婚，上帝袂当互结婚，就是伊才会当体会。遐个南犹大王掠去的人，上帝所听的人，锡安城被灭了，受掠去的为就是敢若一个人，一个孤单一个人，伊会艰苦，伊会当体会迄个艰苦。这个何西啊，上帝是爱去带一个迄个淫乱的妇人人，无正经的妇人人，就是要来体会到迄个以色列百姓拜巴力。这就是信仰上的淫乱帝教，因为这个拜偶像，这款的淫乱，犹大国来灭无，哭袂出来，要哭无目屎，迄种的艰苦。这个以色列听伊的某，伊所听的某，伊所听的某死了上帝叫讲袂当好，这个某死去，太太死去，讲袂当好安尼就是要互伊体会讲，伊死的日子拄啊是耶路撒冷要受毁坏的日子。先知用即款的体会，伊太太死的日子，耶路撒冷要受毁的日子，
上帝免啊哭会出来，要哭无目屎，叫恁唔通拜偶像，你要拜啊！叫恁唔通去拜巴咧，你要拜。今日你到这个结果啊，要搁讲安怎？有时那个像爸母吼，这囝叫伊到歹路唔通行，啊叫伊讲代志唔通做，爱都要去做，啊是要讲安怎？要哭无目屎，迄种的心情。兄弟姊妹，咱诚做福音的特派员，就是爱陪12家来军队主。啊，做这宣教师，拢诚做分彩的见证。中国上早这个宣教师叫做马女士，用这个伦敦的车会来申请要去传道的时候，安怎讲？伊讲求上帝甲我带到困难上多，甲对人的眼光上恶成功的报道区去传福音。伊就是知影愈困难的所在，虽然愈艰苦，付出代价，但是这是主爱伊做的。我你讲话，这个宣教师啊，有一位迄个 James， 伊甲伊的同伴哦，受派到这个会址去宣教。啊，伫迄个附近哦，有迄个食人族的。啊，你也去遐足侪人，有可能去用食去，哦，会顺道。啊，结果迄个阵讲，啊，你哪要去遐？迄足危险呢？伊讲，恁拢会死伫迄个岛顶面呢。但是讲，阮来以前拢死去啊，阮来以前拢已经死啊，因为阮甲耶稣同顶12个，我嘛甲伊同死啊，哦，所以有迄个死的决心啊，去做一款的福音的工作，因着欢喜着大家。当然，今日伫台湾，咱传福音，根本都无可能是安尼，吼，咱唔免合即款的代价，啊，毋过。随常咱若要传福音，一定是爱用时间用金钱、用精神。但是咱相信，咱付出款的代价，的确一定有价值，一定有价值。所以咱一帮有要车牌者的副长还是幸福小组的工人，求上帝帮助恁，咱会当超过100人，拢会当。投入伫即款的传福音的行列，因欢喜来回应主的呼召。兄弟姊妹，这个结尾来讲，这个以赛亚书6章8节讲，当以赛亚伫迄圣殿中，看到这个异象，上帝伊显现。有看到天使，看到真济，伊也知影讲伊的国家拜偶像，逐个人拢喙唇无清气，佮踮伫喙唇无清气人的中间。主该洁净，主该呼召，治水欠为着阮去。伊知影讲我伫遮，请找我，找我。兄弟姊妹，相信咱欢喜。受差遣，主着将权柄能力赏赐予咱。伊的应允的确袂落空。咱毋是倚靠势力，毋是倚靠才能，是倚靠耶和华的灵，才会当来成就一切。独独圣神临到咱的时，咱要得到开力，对耶路撒冷、变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伊的干净。主讲：你去普天的传福音。信来受洗，要得到救；唔信的要受定罪。信的人有信的技术来军队恁，奉我的名来赶鬼，讲新方言，手掠蛇，啉什么毒物也有毒的物件嘛无受害，手看病人，病人就好。这就是主的应允，主的应允。当咱传福音时，伊就互咱有权柄，有开力。主嘛甲彼得讲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起坐伫这个石盘顶，阴间的权柄袂当赢过伊。我将天国的锁匙交予你。既然地面上捆绑的天顶要捆绑伊，地面上偷绑的天顶要偷绑伊。其实主将权柄能力赏赐予既然欢喜回应呼召，欢喜受差遣，
欢喜真使命，欢喜立大家人，的确会当来完成伊所托付的。求主帮助咱，互咱常常会当透过听心的关怀，宣扬主耶稣基督，互福音的大能会当彰显，有新耶技术发生伫咱的中间，互更侪人来得救，互咱的同胞对拜偶像的即款的咒诅中间，会当得到头棒，互咱也会当经历迄个灵魂受挂的欢喜。感谢主吼！最后牧师有做一个福长切拜宣告吼，咱来讲，这个宣告，这毋是咱要宣告啦吼。这个宣告头就是讲，我是12家的传达者，要将上帝救恩传到地极。我是福音的特派员，要将福音传遍天下。我要幸福做门徒，喜乐传福音。无立袂起的代价，只有看袂到的价值，一切拢会当真顺利，只有祈祷就会当。我要用贴心的关怀宣扬耶稣基督，我靠圣神来经历福音的大能，大大为着主来得人。感谢主啊！这是毋茫透过伫主的面前，搁一遍回应呼召，欢喜受册见，欢喜尽使命，欢喜立大家。我相信。咱会做正主爱做的工，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做阮的模样，你顺服爸的切拜，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来完成救赎世间的使命。你用重的价钱来赎回阮，主啊，阮今日就是白白得到恩典的。那像使徒保罗讲，阮传福音互人，毋免用什么款的钱来得到，是透过上帝恩典，阮也欢喜去做这个传福音的使者，阮也欢喜受册见去做这个使者，就有报赏。这个报赏就是阮伫天顶，阮的报赏搁较大，阮接住的财宝搁较济。主啊，阮感谢你，互阮诚做一个得时不得时，问伫什么所在有机会会讲甲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就是互阮会当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甲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搁和好，互阮会当。甲这个福气的源头，搁结连起，直到伊要阮的福气，拢会当到伫阮的身躯顶，到伫因的身躯顶，互因福杯满溢。所以说，互阮会当用上帝做阮生命中心。阮相信，阮人生的轨道的确是蒙福的。上帝恩典嘛要到伫阮，也的确要到伫阮的。后一代，阮的囝囝孙孙，所以阮多谢你，求你祝福今日教会有这个福长的切拜，有幸福小组的启动，阮也会当诚做传福音的人，会当招人来参与，阮也会当常常伫祈祷中间为因祈祷，甚至阮欢喜奉献。所以阮相信，的确会当看见上帝你福音的大能，大大彰显伫你的教会。主，阮感谢你，谢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回应诗，圣诗550首。我做基督兵丁，着好胆进前。圣诗550首。我做基督兵丁，着好胆进前。请起立吟全首。救世
这咱因为徛伫，咱来为着咱的教会这帮有几十组的幸福小组副长，甲一组拢有3至4个这个团队福音的工人咱拢会当同心合意来兴旺福音同心合意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嘛为着咱教会伫3月29开始，中秋节到受难周，过来过活节，咱有做这个纪念的活动无论是关会活动、基督会活动，还是朝阳联合礼拜活动咱拢为这个代志祈祷特别为着咱4月10日、12要邀月礼拜，也求上帝祝福，好好的天气一切行程拢会当真顺遂求上帝祝福伊的生活，为着咱各种的事工，咱嘛为着咱的国家会当平安，为着世界会当和平，为着咱所关心党的事，为着这软正的机体特别为着迄个老明星张老娘这个手术了的恢复这个黄木系小朋友去台北检查也要这个甲状腺肿瘤的2岁的囡仔咱特别为祈祷咱也为着王牧师伫拜有要这个关节镜的小手术，咱也为祈祷。也这咱为着这软正咱所知影，咱若有相关的问题，永远带来到主的面前，也去咱的双手，呼叫主3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主啊！现在最后所感谢你，赐福阮伫生的主日，阮到你的圣殿。上帝啊，你就是阮的上帝，你就是阮的帮助，是阮的倚靠，你就是阮的一切，是阮的中心。主啊，阮的一切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阮多谢你，阮会当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阮也会当将这个福音的好处来分享出去。主啊，使阮教会所有这欢喜回应你的呼召车客的副长，这福音的工人团队做传福音的工作，拢有你的同在，有你的权柄，有你的规律，有好的果效，会当得到济宝贵的灵魂。最后说，阮也将阮的教会拢仰望你，互阮要迎这受难周过活节，有济纪念的活动，有意义的活动。求你拢同在，求你帮助，求你赐福。阮的邀月礼拜，求你互阮有好的天气。透过这个机会，互阮更加主结连，阮彼此也相结连。最后说，阮为着阮这软弱的肢体，特别恳求你怜悯。阮为着牧师小朋友，主啊，求你甲伊同在。主啊，你会保护抓靠，你完全的医治伫个身躯顶。主啊，甲这个社会长老娘，求你互伊当紧得到恢复完全，会当个跑走无野线互伊会当来服侍主。最后说谢王牧师伫拜这个关节症的手术交托你，求你扶持看顾，一切拢会当事事平安。主啊，兄弟姊妹，带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无论为着阮身躯的勇健的祈祷。为了阮工作顺遂的祈祷，为了家庭蒙福的祈祷，主啊，为了细囝会当热心敬拜你，无论什么款的祈祷，主啊，透到你的面前，愿你感纳阮的所求，感谢你，阿罗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接受收奉。
咱这请起立。三甲来要做奉献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的每一天、每一礼拜，你拢看顾、保守阮、祝福互阮。伫每一天、每一礼拜，互阮的食、互阮的穿、互阮的用，拢总有大丰盛，无欠缺。当阮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学了你、敬拜你，来见你的面，伫遮，阮也奉献阮的金钱伫你面前做圣工的路用。阮知，阮奉献的无多，伫你面前有，毋过伫你面前有30倍、60倍、100倍的丰收，因为你是用5饼2尾鱼的神，甲互5000人食饱的神，你是阮千万人的神。毋但奉献阮的金钱，阮也奉献阮的才能甲阮的时间互主用，求主接纳。但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祝福车肯。当恁通平安去，互恁会当深信家己就是上帝应当的价钱赎回的，会当专心来敬拜伊、服侍伊，佮欢喜回应伊的呼召，车恳领受传福音的使命，欢喜付上代价来完成主所托付的，的确。要有大的报赏，互天顶的报赏哪来哪济，互天顶的福气哪来哪大。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感动，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这世到永世代无尽。